嘅經歷，多謝收睇。各位老友記，你哋知唔知個網靜雞雞喺度搞緊啲小動作，將人同人之間條線越拉越散？老人家睇到嘅都係仔女靠唔住，私己錢先係晚年靠山。後生仔察到嘅永遠係原生家庭嘅傷痛，話愛自己先係真理。女人睇親都係男人花心出軌，話管錢係女人本分。男人見到嘅清一色係老婆旺三代，而家嘅女人唔值得付出。細路仔察到嘅全部係生仔唔係恩，栽培先係愛。冇錢生我做乜？你哋係咪都覺得好似有啲唔對路喎？呢啲內容睇落係明白你心情，其實只係陪你發洩。你以為揾到知音人，揾到情緒出口，實際上你早就跌咗落算法積嘅信息籠牢，無聲無息割裂緊所有人。最得人驚嘅係呢種挑撥由線上蔓延到線下，由虛擬滲入現實。幾多家庭因為一篇文章嗌交，幾多夫妻因為一條片互相猜疑，幾多仔女因為個熱搜同父母心生芥蒂。最親嘅人俾算法日日餵料，最後變成彼此眼中嘅對手。算法用對立賺流量，我哋就用偏見傷害最愛嘅人。呢個時代係咪好諷刺？而家個網根本唔係全事實，係餵情緒。你嬲就塞多啲激心嘢過你，你傷心就將全世界最絕望嘅故事推過你。你懷疑婚姻即刻灌一堆離婚萬歲論，你同仔女有矛盾即刻話父母都係原罪。我哋困死喺自己個情緒籠牢，幕後黑手就係睇唔見嘅推薦算法，佢從來唔俾你睇件事嘅全相，淨係揀最刺激最煽情嘅一面，結果誤會越嚟越深，信任越嚟越薄，屋企變戰場，老友變假想敵，連同事講嘢都要就住就住。最可怕係我哋成日以為自己睇得通透，其實你見到嘅只係算法想俾你見嘅世界。每個人都被溫柔操控，靜雞雞行去彼此對立面，點樣先可以打破困局？當我哋察到男人冇個好人，不妨都去睇睇嗰啲平凡相守嘅溫暖夫妻，見到仔女都係白眼狼，都可以讀下孝感動天嘅古仔。道德經早就講過，世事唔係非黑即白，人性亦唔係全善全惡。我哋要返現實，用真實感受對抗虛擬煽動，放低部電話，認真望望身邊人。你爸媽真係好似片裏講到咁不堪，你伴侶真係好似貼文講到咁自私，你仔女真係好似熱搜講到咁冷漠。現實中嘅關係需要用心感受，用行動經營，唔係俾算法隨便定義。一餐住家飯，一次耐心傾聽，一個無聲擁抱，比起100篇爆文更能夠證明愛。最後祝願大家培養獨立思考嘅能力，警惕情緒共鳴陷阱，唔好俾算法帶偏你情緒，唔好俾碎片信息割裂你認知。互聯網本來應該連接世界，唔係割裂人心。我哋手上部手機可以係溝通橋樑，唔應該變成對立武器。多一分理解，少一分偏執；多一分包容，少一分指責。唔好俾冰冷蒙蔽我哋本該溫暖嘅關係。祝各位日日順遂，歲歲平安，喺真實生活裏心心相愛，穩穩幸福。我係鏗鏘姐，今期講到呢度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嘅經歷，多謝收睇。